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去年6月发包征收，虽然即阵还未完工，不过龙虎塔已经有结一寡彩灯。有民众是感觉真特别，不过嘛有人是嫌歹看。日到暗时来到高雄有名景点莲池潭，网友发现地标龙虎塔发出蓝色、橄榄色、旧色、红色、桃色的灯光，呈现无同的风貌，要点样输去莲池潭，甲翕到点灯了后龙虎塔。不过这画面也引发热烈讨论，有人认为讲无好看，也有认为跟咱走马灯大型的罐头塔同款。我觉得呢，我喜欢看这样漂亮的来宾。所以你觉得它是美的吗？不用那么五颜六色，我觉得它可以用点灯光，但是可以再多凸显出，比如说那只龙和那只老虎，让它更明显，可是不需要用到那么绚丽。龙虎塔因为老旧的问题，2003年大家开始发包来征收。即阵7层楼高的龙虎塔点上这灯光，甲以往无啥同款。有一寡旅客认为讲也会使来调整，不过龙虎塔所属的自治警是强调，灯光即阵也伫咧测试，也未定案，包含征收的工程在内，明年1、2月才来完工。我一个试火啊，咱做好的啦，过医疗的啦，过前快好卖啦。我哋在毋是政府的。网友对着龙虎塔点灯的批评，自治警主委也无啥认同，讲龙虎塔是一个庙方的财产，水坝也是规划设计拢是庙司来决定，无需要外界详细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